后来继续来看立委洪志阳生一个查囝，伊伫个面册甲大家报喜。台中市长罗秀燕嘛留言甲祝贺，想袂到煞引来民众甲警惕，爱伊改善空气污染，顾好着新生儿的呼吸道。 立法委员洪志阳生，伊伫面册顶面报喜，打出因查某囝拍离身躯的相片，体重3105公斤，毛有真古水，真侪人拢讲生老母。洪志阳阁写讲欢迎伊来到这个世界，感谢你变成我的亲人，妈妈爱你，做老母的欢喜完全表现出来。 好消息一个公布，台中市长罗秀燕嘛写讲恭喜恭喜，欢迎台中小市民的来临。也毋过有一寡网友写讲，顾好你的空气污染，有人讲先将秃鹰处理好，也有人是写新生儿呼吸道就靠你啊！看得出来，台中市民真重视罗秀燕就任后改善空气污染的成果。那昨天我从这个洪委员的脸书上看到这样一个好消息，所以特别恭贺他。那另外我今天也送了一盆花哈。那因为这个洪委员是我们台中市选出来的立法委员为台中市做很多事情。那也因此呢，他们家里有喜事到，那人之常情，我就特别表示恭喜。 罗秀燕讲，伫面册祝福是真心的，若意外引起民众关心空气污染的问题，罗秀燕这是无回应。